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大开 Podcast 节目。来听白边，我白边。来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无手，我讲用手举麦克的意思，讲无手，听到笑声吼。大家好，大家好哦，我是上介水、上介口水，介上济，介讲上济，无要紧，继续看更较济我是当天啦，哎呦，当天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哦。听朋友恁看，就是当天来啊，我就去干掉啊。哦，原来风收头，无怪你鼻音遮尔重，风收头叫你吹掉来。啊，另外一位咧，大家好，我是声音上好听、上迷人的山猪妹妹陈派苗。哦，哎呀，弟的来啊啦，咱弟的来啊，咱弟的啦，甲伊做熟啊，免讲故事，咱弟的啦，弟的啦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讲啊，两位恁当初时啊，接到阮即个海海岛咱先生主持的邀请的时阵，啥物反应？咱当天先好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啥物反应哦？我感觉我是足期待的啦。你有感觉是诈骗无？无啦，无诈骗啦。啊，伊当阵接到时，我是感觉是。有咧考虑讲到底有要接无？因为小可会惊啦，头一届嘛，对啊，啊是期待啦，因为是无共款的工作内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会当试看卖，看卖啊家己的，进前伫个节目录影拢是来宾，对，啊即个是工课伴，对，所以介意期待，欢喜啦，嘛是足荣幸的啦，会当来遮哟，对啊对啊。好来，第一来讲者，我迄个时阵啥物反应，就是想讲。我敢袂使，讲较多。迄个时阵是偷偷秀台语的时阵吼，偷偷秀台语结束了，第一季结束无偌久，嘿，了后食着想讲敢较多，敢袂使，算啊，就去啊，就欢喜的安尼，有机会就来啦。对啊，咱就是爱把握每一个机会。对，你是毋是甲拄则记者会内容起来才讲？哦，用掠着，用掠着。那有，我都，迄是头拄是讲爱珍惜。无共款，数无共款，无共款，5岁，我6岁咧，我5岁。7、8、9，收这。咱即摆用变做一个偷偷秀的节目，有影呢？听下表演呢？你想要问讲，恁两个原本无录影嘛，对无？录影了，恁感觉讲，伫咧实际电视录影，敢有甲恁想的有啥物无共款？嘛是有咧录影啦，只是我进前拢是做来宾啦。对啊，所以因为进前录影的时阵就看过啊，所以其实嘛，小可已经习惯啦，就是念影棚，知影迄个流程啊，啥喏。大概知影安尼啦，对啊。哦，啊，第一咧，就是因为做来宾就较轻松嘛，就人问啥咱就应啥。是啊，即摆家己感觉就爱。有一寡责任嘛，譬如讲要捧菜啊，捧好袂使车倒伫人身躯顶。你做来宾就会使车倒伫人身躯顶，做来宾是去车倒伫应该是爱讲，伊若是做来宾的话，伊当先食啦。啊，伊做这个工课伴袂当先食了。即摆你嘛是先食，对，我嘛是先食。啊，你莫讲出来，你莫讲出来。重点拢是咧食的，就对哇，就枵的，就枵的。啊，原本即两个主持人，恁敢有熟悉？我熟悉，你有熟悉吗？有，因为。偷偷秀台语的，就是耗子哥嘛。啊，正拄啊好，进前有一届我咧做角色的功课的时阵，有看一个戏，啊，拄啊好是大佩姐演的，然后就突然间看到伊本人，就感觉，伊有电视咧走出来咧，系啊，然后就感觉，因为是一个足厉害的演员，想袂到会当甲伊合作，我感觉真欢喜。啊，甲耗子哥嘛足欢喜，拢足欢喜，甲大家拢足欢喜。控啥无讲着，所以这时阵就爱甲因，甲因使人者，伊的感情，啉苏啦，另外一个工课伴。阮本来就无好啊，阮三个拢无好啊。阮三个好是假的，所以你甲当天坐遮，就是恁两个中有一个壁就对啊。无看这样远吗？有感受着，有火哦，你看，有感觉有火哦。啊，所以斗阵了，敢有感觉讲甲恁想的有啥物无共款？我甲因斗阵哦，我是无甲因拄过啊，就是工课顶悬拢无拄过，只是耗子哥，因为我进前要做兵进前哦，佮看足侪届迄个新兵日记，你敢知？嘿啦，啊，对于差不多是死得到遐尔啦。啊，其实看着因为因即种算是较资深的艺人嘛，所以看着拢会先
行，习惯行。行就对。毋过实际上甲因录影时阵，其实因拢是足好诶，人拢足好嘛，足温柔诶。而且阮结束，我会记阮结束诶时阵，伊个会甲阮，就是会甲我关心讲，今日啥就是款？哎呀，OK 嘛，哎呀，敢有需要啥物嘿，甲阮照顾，所以我感觉是无遮尔啊青分诶感觉。对啊，拢无讲着大牌呢，这是有啦，大牌话。我头拄咧讲诶就是大牌啦，明星无法度挖紧啊，无啦，我会放互伊听。足好诶人，足好诶，两个拢足好诶啦。真诶吼，啊，第一咧，你讲你就是看着大牌拄电视内底行出来，啊，你敢有特别去甲伊讲话？我毋敢甲伊讲话，但是伊拢有甲我讲话，我就会甲伊应话。毋过我就是感觉因两个拢足好诶，拢足照顾新人。为一个足好诶先辈。因敢有招恁啉酒？有呢，佫真正有呢。伫这部进行的时阵，伊一摆会甲我问我有要啉无啦？我甲伊讲袂当，因为我足白，你毋知？我一啉落，我规个拢红起来。对，我伤过红啊，袂当伤过红，对啊。即句咱听起来怪怪。伊拄则讲我足白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讲伊伫学落伊家己，因为即摆伊讲伊袂使伤过红，伤过红呀。迄个是迄个意思。好，咱想要问讲，即季新的节目敢有啥物互恁印象较深的主题？就是迄总破西迄集，迄集对，因为迄总破西因煮的菜足好食的，佫足芳的。你拄则较近，除了甲食的以外，感觉所以就是食的主题就对因为迄制作人互我选主题的时阵，我拢选迄种会当食的。我哪会记你每一集拢咧食？所以啥物糖啊，啥物，嘿，无怪咯，我顶解糖为什么是我？我伫咧想讲奇怪，无怪伫食。我就甲恁讲啦，咱真正感情毋是讲介好，你敢知？我今仔真正今仔徛起来，我甲你讲，我等以后今仔徛起来。你当然会使徛起来，你也毋是阿吉啦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即集是毋是头前爱囥经济，就是囡仔袂使听，囡仔袂使听。总破西迄集吼，还总破西迄集。好，若当天咧，倒一集印象较深，糖了啦。无啦，有一集我感觉印象真深，就是咧讲蜜芳有高遐。因为我感觉伊迄集是咧讲甲宠物讲做是动物伴，我感觉即动物伴吼。这事我足介意，因为我感觉足温暖。对，我就感觉讲吼，这事会当互咱感觉，就是伊毋若是宠物尔，伊甲咱是足近的。那像咱厝内人共款。为什么会印象深？就是因为蜜芳甲狗遐平常时我听咧这两个事，我拢会足惊的，你毋知？惊伊甲我定啊，惊伊甲我教啊，拢无啥物看到嘛。毋过迄集我看了，老师甲介绍了，我才知影讲原来这狗遐甲蜜芳是这个生态内底吼，是一定爱存在的一个动物伴。真重要的一个。对啊。两位主持了后，敢有感觉有啥物佫较需要学习的所在？这咯，真诶足这。举例者，这要讲讲袂尽啦。这是真正，因为我感觉，我讲一个例好啊。我感觉我应该是临场反应。现场的反应，对，现场迄种反应，我感觉爱搁爱做好个哟。对，爱搁较好，就是因为有当时啊，咱来甲阮介绍的迄种导览先生拢是素人嘛，因来的时阵，伊其实嘛会紧张。对我感觉咱工课伴上介重要就是爱甲因安导好，所以迄种临场，对，迄临场反应真正爱训练，所以就是希望讲第5季的时阵，会当搁互我来继续累积经验啦，继续训练。这种情毋知有听到，我再甲伊讲啦。提起来毕业咧。我感觉我应该是爱搁较定着的。较定着，因为面顶一直摇是无？嘛毋是呢，因为我拄好甲当天小可无共款，因为我敢纯临场反应尔。而且是咧讲伊，因为你讲脱秀，伊即摆是咧讲我，伊即摆就是咧讲伊比我更加厉害意思。我真正记啊，叫咩记啊？我即摆已经坑落啊。无啦，毋是啦，因为临场反应就是好啦，我可能拢袂晓啦，就是我嘛毋知呢，我就是。我到底会晓啥？我会甲你动咧，你莫惊。就是希望讲，若是公司台语台，我甲当天伫遮，互阮足侪机会，当互阮好好学习。我即摆就先伫遮甲公司台语台讲，爸爸多谢。
奇怪，应该那个咱的主题爸爸内容拢无共款。原来是你的爸爸，安尼嘛是我的爸爸，咱的爸爸，我是咱的爸爸。因为主要我感觉啦，就是因为像恁平常时你录影，是讲录一寡网络面顶的物件，你拢会使是先背先练嘛。背起来了后，恁才去录，会当录一个上水上顺的画面。其实还好呢，因为我感觉即摆网络咧翕种嘛拢做现场的啊，我感觉是较我家己啦，我家己是安尼，我会较迄个主人吗？较主人，就是想着翕起来安尼，较袂有卡本啦。对啊，我个人是安尼啦。哦，了解。啊，敢有啥物趣味的代志诶？录影的时阵。就讲录影的时阵，有人炸一只狗来啊，你用一直甲狗生甲主题放袂记，有无？有即种？迄狗真诶足够追呢，对，搭配一个狗啊，哦，对，搭配一个狗啊，阿波嘛，波，我录影的时阵哦，我上介迄个就是有一集是迄个有汤拖，你敢知？有摕迄个有老师摕汤拖来，我真正。昆虫汤拖，对哦，啊！伊来的时阵哦，我足惊的，你足惊的，我足惊即种汤拖。你毋是做好胆的，你足惊的。无，我对即种物件加抓啦，即种足恐怖，我足恐怖。我可是当天是迄女英雄，啥物拢我毋惊想讲你会当食呢，你就会当用手安尼拍加抓。我真正毋敢呢，讲正经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我来到这节目啊，我愈来愈有勇气，就是愈来愈会当接受，所以我即马你会当愈练愈大呢。会当食加抓，我真袂当食加抓，食加抓。啊，毋过我即马会当食汤拖，就是迄工老师有炸，迄个导咱先生有炸迄个汤拖，对，会当食，炸都不要，袂歹食，有一两项真诶袂歹食，我嘛有食着，对，伊食起来无升糖，对，啊，毋过看起来真正，你是毋是听着食诶，佫想要食？毋是我感觉迄冲破菜迄狮仔头真诶袂好，安尼你除了好食以外，你有啥物趣味诶无？生狗啊以外，啉烧酒吧，啉烧酒哦。好一个有请阮啉红酒啊，对，嘿，我感觉酸酸啊、芳芳啊，我是啉袂出来贵甲无贵诶，啉袂出来啦。对啦，我就敢若咱就是命无共款，你敢知？敢若会晓吞落尔，无毋知安怎。酒贵，无菜人诶酒就对啦。对啦，偷济啦。但我朋友一定想讲奇怪，问节目啊，结果伊拢讲迄节目边啊人看袂着。这部面顶有无？可能有交代袂当讲伤济，就是趣味哦，有啊，就是有啊，迄有啥？我袂甲你加掉哦，你会现场诶欢迎有啊，有啊，你现场欢迎，就是有一个迄，我是感觉伊讲袂出来，因为伊即人天天你敢知？伊就是安那你敢知？即个山底就是安那，伊就是但是贵啊就贵啊，伊袂去玩起来，我讲爽诶，录完都袂记啊，录完都袂记啦。有一个话号做戏线人线，就差不多意思。无啦，毋是啦，你安尼后一季无啊？有啦，我想着我想着啊，我头先咧做好狗啦，好狗啦，你莫讲误会。好啦，听讲，就是有一个甲我病共乡诶人。我头先高我病，你毋知？我头先听着高我病，你毋知？我想讲，咱这集当时有找，我想讲咱当时有找医生，我想讲要开始咧治疗啊，对啊，兽医。高我病吼，你嘛听着高我病吼，就是甲我病共乡啊，就是共乡诶，迄嘛是花莲来诶，啊台田国术馆，啊伊诶某阿嬷是伫台田村，啊台田村迄个时阵是伫一个所在。迄个村号做台林村，了后因就震惊了后，因迄村的人全部拢做伙过来台湾。上界特别是因为因迄村拢是台林村嘛，所以因用的钱毋是台票，就是台林村家己的钱。家己的钱哦，台林村有家己的钱？嘿，就是伫台湾吗？伫台湾啊，足久以前。就想要知影吼，欢迎看海导览先生。啊，每礼拜四甲拜五暗时8点。共乡好无要搞咧？你莫安尼，你要结束了。这两个来拢无法度控制，请毋着人，对啦。我要甲制作人工，你讲封锁啊？你毋知？嫁毋着人。安尼想要问讲，你还未嫁啦？爱毋着人。阮18岁、19岁尔，无要嫁。嘿啦，无嫁啦。嫁几届就好。你几岁？18岁啊。哦，真诶。我2007年出世啊！遮拄啊好，我大家拢18岁，咱拢是同村的，咱拢是同学同届的呢，有安尼啦。哦，
哦，原来是安尼好，想这。啊，你想要请问讲，就是因为恁伫咧即几主持了啊，学真济代志。你感觉讲对恁以后啊，比如讲是恁家己媒体应用啊，还是讲伫咧其他节目，敢有啥物帮助，还是讲互恁有啥物其他的灵感无？哦，免以后我早就已经开始，早就已经开始，因为有一届哦，就是刚刚是一个导览先生讲着澳洲。伊讲伊啥物物件，我袂记啊。伊啥物物件对澳洲来安尼啊。啊，毋过因为就侪人拢知影讲我是为澳洲 working holiday 来的嘛。啊，我正经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我知啊，我知伊就讲伊食饭的时阵，边仔人甲讲 be quiet。哦，对。你毋是无关心伊，即摆有甲 be quiet，有啦，叫伊去变数食。就是我正经讲澳洲即两个词的时阵，我拢讲毋对，我拢讲澳洲。对。啊，我是因为来到这个节目做这工课伴，我才知影讲原来讲即两个字是叫做澳洲，对，所以我早就甲这种物件，因为我伫网络顶管甲我的同粉就是我的粉丝啊，我的同粉甲因教讲，一个台语较特殊的，正开发会甲因教，对，啊，大家互相学习安尼。对啊，而且我看你嘛有用台文字，对，啊，你有甲拼音拍起来。对，另外即届因为我要出一条歌嘛，开始啊，佮开始啊，你话我听好来，我继续。啊，毋过这真正会当讲，因为我开始接受台语文化的时阵，就是海德兰先生嘛。啊，因为我才知影讲原来有这台语文，对，所以我就因为我正经我就想讲。无想遮济啦，所以我即届台语歌曲，我就是全部拢是用台语文。哦，我感觉这对我来讲嘛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代志。哦，啊，有请一个台文老师来。无，我家己去用。哦，对，我要来找伊。你帮我找一下看，看有啥物一字10块安尼。帮我找看嘛，看毋对。对讲，当天10块。全部拢是我家己去。厉害呢！哇，无简单哦。啊，我因为我想要考。台语这认证是无？对，哇，听讲你明年有报名。对啊，明年3月时阵。啊，你考过甲阮讲无？阮甲你放绝对讲，我绝对甲你放上。啊，你若无考过，甲阮讲无？无考过，恁就免问啊。意思是，跟我以前共款啊，我若无甲你讲，你就莫甲我问啊。了解。好，了解，咱就明年才去拍片。啊，那第一咧。我是感觉，因为讲就这节目伊拢讲台语，我就想讲，免紧我台语若无好，我会使先讲互大家听，只要敢讲。就会当学习，对，这重要，观念真好，所以我就是先做一个模样，嘿，互迄种介意台语啊，毋敢讲台语的人，互伊知影，会惊讲用笑，无啥物通好笑的。啊，若是有人甲你指导啊，是讲甲你纠正，你会艰苦无？艰苦，袂艰苦，我说啊。哦，说嘿，我多谢。因为阮的听友有的人就是惊讲伊讲出来去互笑，还是讲去互纠正，伊会感觉做受伤的。你会当用你的角度来甲因鼓励者无？应该是讲，譬如讲你数学写毋对，啊老师甲你教讲要安怎写，你会感觉哦。我哪会毋对？我去死袂吧？我会甲伊讲数学袂晓就是袂晓。对啊，这本来毋对，就是爱学新的啊。啊，你开时间伫遐艰苦，倒不如开时间甲迄毋对的所在改过头。但是，哇，这心态真正。我感觉大家对袂晓讲台语的人嘛，是爱用一个。有爱就去甲伊包容，啊无伊要哪进步？伊讲每甲讲惊着啊，伊要哪进步？讲真好，我是感觉吼，安怎拢有法度去用骂，去用笑，对。我家己台南人，我本身就咧讲台语，我伫咧网络顶管嘛是去用笑讲，我袂晓讲台语。我嘛有去用骂过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嘛有去用骂过啊。对啊，无伊甲我骂的所在足奇怪，伊讲我声拢假出来，我想讲我若假出来是这种声，就来死好啊！你问看讲到底是要安怎假，叫伊甲你教者。你假者我听者，你假者我听者。伊就讲我即摆这个声是假囡仔声啊，我想讲。啊无你即摆假者别种声，我听看觅。大好。我无度啦，我真无度啦。大好，那差不多。嘿，硬起来，大好。因为阮拢鼓励阮听友啦，就算讲就是平常时边的人袂晓，是讲阿公阿嬷、其他的阿伯阿婶拢甲你讲华语，你嘛是照常甲伊讲，讲一句两句，你逐工加一句两句，伊尾啊累积起来就会变足侪句的。有讲才有练习的机会，互相加进步。对啊，加讲啊讲。
这伤过冷啊，你敢知？你这拢袂感觉无好笑吗？袂啊，我以后给你杀起来。袂啊，你影已经起来，搁落去。这就是袂惊互人闹开的一种。哦，就是好笑的，毋惊人闹开，啊，台语讲不会嘛，毋惊。对，互相闹开，互相进步啦。顺顺过咧讲诶，这就是顺其自然行的。对，因为即马因为即马真侪人拢是惊讲出来去用笑，还是讲伫台北无即个环境，不离个阮拢甲伊讲，就是你凊彩甲人讲，你有当时去买物件创啥，尤其是咧诈骗的电话啊，你用台语甲伊应啊，因可能就甲你挂掉啊。对啊，啊，但是你若是拄着迄愿意用台语甲你诈骗，拜托你加甲伊开讲者。我感觉嘛是爱加看一寡台语的节目啦。对，你看海台湾神仙，我感觉就是一个足好。对啊，我是讲正经诶，就是足好去学习台语诶，因为大牌伊诶台语其实嘛无讲介好。对，啊，毋过无讲介好嘛，足侪人是安尼，所以你会当为迄种无啥识诶人身上去学着一寡台语。我感觉慢慢累积，我就是一个上好诶。而且大牌是真无简单，因为因爸爸是外省人。我知。而且伊自细汉伫咧国外大汉，对啊，所以伊诶母语毋是华语。真诶足厉害。对，伊诶母语毋是华语，对英语开始学华语，啊，过来开始学台语。我感觉伊台语即马已经讲啊袂歹。伊个会晓广东话咧，我来讲，广东话。广东话啊，伊广东话可啊，伊广东话可能比台语更强。比较甲伊吐槽，伊等会听着伊甲我问哦。啊，放互伊听。会啊，我会叫伊听。好，安拄仔讲啊济啊，上重要诶，工商服务时间来啊。工商服务时间。对，咱讲着导览先生全新第4季伫咧12月25开始。咱这部放出去的时阵，敢已经开始啊？开始啊，这摆就开始啊！哎呦，鸭蛋节的时阵就开始啊！嘿，听朋友恁收到上好的鸭蛋礼物，就是海海导览先生，啊，还有阮这过季的节目，是安怎要笑？无，因为爱家己笑一下，人伫无奈的时阵，你就会笑，你知无？袂啊，我做有哪会无奈？真的哦。对啊，这是最好的鸭蛋礼物。哦，做肯定的。对啊。会当伫咧鸭蛋节看到，对，毋是会当伫咧鸭蛋节看到海海导览先生。阮是咧笑讲，阮这节目播的时阵，安尼会使笑者歹势啦，是你无认真咧录音啊。哦，安尼即马工商一定要问一个代志，当天听讲你的单曲。嘛，拄好甲阮海海导览先生共一工，对无？对，挑工选的吗？对，无啦，是恁甲我学吧？无啦，我感觉真好啊！我家己为什么会经这时间？是因为我家己是天主教。我天主教，你是天主教诶？我是天主教。像讲特别经一工是耶稣诞生的时阵出这条歌，送一个礼物互耶稣。对我来讲就有意义啊！对啊。安尼，你敢知阮是一个歌唱的节目？啊？什么时阵的代志？就这节目讲歌手才会当来啊，所以我才坐伫遮。安尼你先唱，安尼你先唱好无？来，你想要唱什么歌？对，爱台语的哦。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。啊，台语的哦。对啊。哇，毋是讲歌手才能来。对啊，歌手啊。我要杀起来啊！你一直要杀伊啊呢？我知。伫你的心肝内，是毋是阁有我的存在？永远拢在等，好，就等到遮。袂歹，对，这都无名的。哦，这条嘛，顶个有人唱过是无？有啊，咱菜椒的回文啊。哦，对啊。是安怎伊唱过？我问换另外一条。好来，这条。我讲互大家听。有人唱过啊。对，有人唱过啊。顶礼拜尔。啊，我唱。我知。安尼你经一条哦，另外。我唱我师姐的歌，孙淑美的歌。迄云中话，天星半相随。安尼应该无人唱过吧？无，足老诶，无，还是旧诶嘛？我要送互你，永远变做一个无论你伫倒位，海角天边。对，啊，你想要唱我了对啊？今晚想要唱我了呀？无啦，我先甲我的歌写电出去，才换你电。阮这有版权，所以阮袂使唱了。但是你的无，你的版权，我的版权就伫我手内底，尽量唱。所以阮节目敢是你第一个，就是单曲发了后。伫咧节目面顶第一个唱的，是无？对呢，哇，对呢，安尼
家独安尼，家。阮即摆敢会使请你唱一个？哦，当然是无问题啦。安尼我来唱一下啊，我是无要唱一半，因为我要唱，我就是要唱好了。唱几条？安尼我为头开始唱吼。无啦，副歌就好啊，副歌。好，啊，互我较静者吼。好。你话精，串的。我啉只水，哦，啊，恁准备好吗？阮准备好，备好啊好啊，坐好正，嘿这第两天。坐好正，第两天来哦。啊，我甲恁介绍一下，即条歌吼，我是咧唱。你都是要开始。好啦，真正要开始。你先唱，你先讲，你先讲。这条歌是咧安怎？这条歌吼是咧讲我的梦想啦。梦想对啦，啊，毋过吼，这条歌嘛，毋若会当讲梦想啦，嘛会当可能讲你的人生阶段内底，可能讲一个人啊，或者是一段故事啊，一个经历啊，伊可能讲变成遗憾，啊，你会感觉就失落，就歹势。啊，毋过这条歌就是想要甲大家讲，有当时啊，一个物件咱莫限制伊发光的模样。就像我讲梦想嘛，啊，这梦想伊变成遗憾的时阵，我会感觉啊，就自责为虾米伊变做遗憾。啊，毋过煞袂记讲，其实遗憾嘛是一个发光的一个模样，所以莫去限制讲，伊一定要梦想一定要达成，伊才是发光。所以毋免去歹势安尼。对对对，所以说来我要来唱这条歌，叫做一声失落。你家己形容，家己个。好啦，真正要开始啊！气温弄起来啊！好，来哦。若毋是你，我敢搁会记，揽着行李，大期待的日子，若毋是你，予我放袂记，一瞬一瞬，像风声过水，一声失落，将你藏伫心底。你是拢最激动的啦，最激动对吧？哈。系啊，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后壁就是讲哦，一声失落，我将你藏伫心底啦。阮拄则就是做想要拍破啊，结果伊雄个换一口开继续有。你迄口开较长啊。但是你拢无讲话，讲我出声尔，害我做歹势。啊，头拄仔逐个嘛毋知是你出声。哦，已经知影，即摆已经知影，即摆会甲伊加掉。对啊，大家会记去听哦，哈。我即条歌是倒位会使听咧？伫 YouTube 的频道，伫我个人的频道顶悬会当看到我的 MV， 然后我 MV 因为我伫咧25号的时阵上架的嘛，所以我的 MV 是伫咧教堂的翕的。哇，真水哦！你遐有够长，对，真正爱去看水果阿东哦，来来。你是要讲啥？安那尼啊？你迄个名是安那尼啊？是啊，伊讲啥物？你遐有够长啊！我是都有长啊！你黑白讲话，我惊一个。我讲伊迄 MV 遐有够长啊，对啊，有啥物问题？我当作你讲伊的骹有够长。哦，我知伊想要做啥。无啦，就是希望讲大家吼25号的时阵会当来看我的 MV， 然后加听这条歌。啊，你我还阁7年以后才会使听呢？为什么啊？因为今18岁啊。25岁才会使听干嘛？25多谢大家哦，努力咯！我头去弄啊！你会有说有想变形好，伊啊要换冰弄啊！真的，你换冰坑啊！哦，不噶，歹势哦！你是知哦？你是咧呛哟？你是偷偷啉啥？你是敢是真正是水还是高粱啊？高粱啊，高粱哦！你若一直要甲人冤家啊？哦，无啦，我这较冲动啊！无啦，毋是啦，你知影啥叫冬天哦？因为伊就是火伤大啊，所以伊要用一个冬天的水来甲伊降起来。哦，我冬天的时阵拢会食姜母啊，姜母。我是无想要知影你食啥哩，啊，你有啥要宣传的无？哦，海岛咱先生，嘿，海岛咱先生，专心第4季对。啊，12月25开始，每礼拜4、拜5暗时8点，除了有上厉害的主持人耗子哥甲大佩姐以外，还有阮3个上新的工课盘，就是冬天03，还有我。欢迎大家当伫台语台面顶看到阮3个的表现，多谢大家，阿弥陀佛，阿门。安尼拢有啊吧？拢有尊重，有尊重。
若是恁兜无电视的时阵，嘛会当伫咧公司台语台 YT 直播会当收看。若是直播无对着阵要安怎咧？短台语台，对，伫咧 YT 面顶找短台语台，嘛会当看着全部的集数哦。啊，对，搁爱宣传一个物件，主持人有特别甲我讲，即摆海海大咱是毋是有出一个全新的 Line AI 机器人？哦，对对对，这就方便的呢。对，你譬如讲你查讲你要去婚礼，还是去倒，伊会甲你讲婚礼内底，咱集数内底有介绍啥物。哇，我讲这做适合你的呢，因为你录了就会随袂记。无，我当时我无袂记哩，我只是几时安啊？这厉害诶！你想啊，你想啊，你讲啊，起来，我无安怎，伊想袂起来。我习惯伊咧搞熊啊，我讲想啊，你想啊，想啊，来啦，你来。我只是有当下听到，嘿，安尼恁等下知影要收尾爱安怎收啦吼。多谢大家努力啦，啊袂啦，真诶无得控制，你去挨赶走。好来，后来收尾哦，收尾。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请就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无烧声啦。真诶哦，但是你听起来有淡薄仔。伊出事的时阵就烧声到即马。对啊，我对阮妈妈伫，阮妈妈巴肚内底有开食薰啊。